我是罗胜标，我以占度古仁波切贴身弟子的身份，跟大家分享仁波切的佛法、生活和智慧。欢迎来到克切拉讲堂。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集的克切拉讲堂，我是罗胜标。今天我想跟大家简短的介绍上师占度古仁波切的多杰雄灯护法传承的由来。在佛法的修行中，为什么传承那么重要呢？什么是传承？传承就是法脉。从释迦牟尼佛开始到宗喀巴大师的历代祖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一个一个法流，就叫做法脉传承。这是不能间断的，如果间断了，佛法的很多加持力就无法继续。没有一位上师可以自己创造新的法门，任何一位上师所传授的法门，都必须是从佛陀开始，历代祖师所传下来的。所以，即使经书还在，但是如果没有上师和弟子之间的传法，也就等于佛法不存在了。说到占度古仁波切的多杰雄灯法门的传承，就必须提到仁波切早年在美国的生活事迹。仁波切小时候在美国东部的新泽西州长大，但是由于他的养父母严厉反对他学习佛法，所以仁波切在15、16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从美国东海岸一路搭顺风车到了西海岸加州的洛杉矶。就因为这样，仁波切也失去了家人的支持，他必须从此在外头打工，自力更生。由于他高中没有毕业就辍学了，所以只能做一些比较低下的工作。他曾经同时打2、3份工作来应付生活费。要知道，当时仁波切只有16、17岁。一开始的时候，他曾经在麦当劳和洗衣店里打过工。当时他住在上师格西族亲格尔辛，简称格西拉的佛教中心里，但他还是必须每月支付$160的房租。这张照片就是仁波切在房间里面所设立的佛坛。我们可以看到，仁波切从那时开始对佛法非常虔诚，对佛坛的设立也非常细心，所以现在在克切拉的佛殿佛坛也非常庄严，延续了仁波切设立佛坛那种无微不至、一丝不苟的精神。话说回来，那时候仁波切在麦当劳打工，如果搭公交车的话，上下班来回时间加在一起，每天仅仅用在交通上就需要5到6个小时，这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于是仁波切申请了一份离佛教中心更近的工作。当时他很想要那份工作，因为工作地点离佛教中心近多了。如果他能得到那份新工作，就可以支付日常开销和房租，还能住在中心，在那里学习。于是仁波切便去告诉格西拉，格西拉便指着墙上面对着他的一副唐卡说，如果你相信这位护法，你就会得到这份工作。仁波切便马上对这位护法行大礼拜。果然2、3天后，仁波切接到了新公司的电话，通知他得到了那份工作。之后仁波切拍了那一幅唐卡的照片，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正是这幅多杰雄灯唐卡让占度古仁波切第一次正式的遇到了他的护法。然后有一次仁波切考驾照考了2次还是没有成功，在考第3次之前，仁波切向多杰雄灯祈求考车顺利，结果他真的成功了。在这里讲一点仁波切开车的有趣故事。当时仁波切只能向友人借车来开，那是旧款的 Volkswagen Beetle， 俗称甲虫车，但那是很旧的一辆小破车。那辆车有多破呢？仁波切说过，有几次上斜坡，斜坡的尽头是有交通灯的交叉路口，
如果开到斜坡顶端，而交通灯却转黄时，那会是非常紧张的时刻，因为如果车停在斜坡顶端，它就会开始往后滑下去，因为那个刹车器已经不灵了。还有一次，仁波切上高速公路被交警开了罚单，原因是在高速公路开得太慢，算是危险驾驶。可是问题是，那辆破车根本就没法开得快。占图古仁波切那时的经济情况很紧张，有辆车开已经算很好了，所以只能将就一些，折腾了好一些日子。那之后呢？格西拉邀请了他的上师至尊宋仁波切到美国去传法。占图古仁波切向宋仁波切请求为他选择一位护法来作为终生的修持，以协助他消除学佛的障碍。当时宋仁波切就告诉占图古仁波切说，如果你想要，我会给你我的护法。然后在接下来的1个月内，宋仁波切就授予占图古仁波切多杰雄登护法的托命灌顶。什么是托命灌顶呢？它就是一个仪式，多杰雄登护法象征性的把他的心交给我们，承诺给予我们生生世世的加持和庇佑，而我们回馈多杰雄登的是把它当作我们的主要护法，直到我们自己证得菩提心为止。所以今天我们在科切拉佛教中心所修持的多杰雄登法门，是占图古仁波切从他的上师宋仁波切那里得到的传承。而宋仁波切之上就有赤江仁波切、帕本卡仁波切、塔普莲华金刚等。这些传承的资料，我们都能在占图古仁波切的网站上找到。在某个佛教法门，比如多杰雄登护法法门的法脉传承当中，包含着我们肉眼看不见，但在修行过程中却可以体会到的来自上师们的无形加持。这对我们的修行是非常重要的。法门有了传承，才会有加持力，有了加持力，我们的修行才会有成就。所以我们知道了，了解了现在我们所修持的多杰雄登护法法门的传承之后，就能使我们对这个修持的信心更加坚定，在修行的道路上更加精进。但愿大家在修行道路上一同努力，以获得此生和来生在世俗和灵修上的成就。好了，感谢大家收看这一集的科切拉讲堂，我是罗胜彪，再会。